这 LED 的照明设备甲传统的电火球比起来，一年电钱是会当省100块，佫会当减10公斤的排碳量。即阵政府就甲业者合作，要推出照明设备换新的优惠活动，希望会当鼓励大家同齐来省电做环保。 台湾要拼2050净零转型，要达成这项政策目标，嘛需要民众做伙打拼。资源循环署表示，政府对民国91年开始回收传统电火球到今嘛，回收率已经有93%，拍算今年年底会当到94%。民间的照明工会嘛呼吁民众，把厝内的传统电火球换掉，换做 LED 的，安尼会当更较省电、更较环保。 LED 照明它的功能性、它的寿命很长，一般的传统照明灯泡的差不多6倍到8倍的一个寿命，还有它又省电又减碳。资源循环署指出，一粒 LED 甲传统电火球比，一年电钱会当减少100块，含10公斤的排碳量。 资源循环署嘛结合真侪业者、通路，斗阵来向民众推广减碳的活动。传统电火球除了摕去回收车回收，嘛有9间通路会当倒回收，嘛提供民众抽奖、拍折优惠等等。政府希望鼓励民众把传统电火球换做 LED。另外还有6%哈，大概有6000吨左右。那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像我们。 就是神明灯，哦，那另外还有走道的灯啊，哈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家里面还有一些库存的，如果用完，我们呼吁民众哈，就是把它包妥，然后送给清洁队。 这项推广照明换新的活动，对9月初9至10月31日，资源循环署呼吁民众检查厝内用电火的情形，嘛希望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为资源循环做出贡献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